文係蔡翠瑩同大家睇天氣，下晝開始落驟雨，挨晚時分就最大雨啦。相信令到唔少放工嘅朋友咧非常之狼狽啊！雷達圖上可以見到市區嘅雨勢最大，香港島同埋西九龍咧唔少嘅地方累積雨量有接近100毫米。天文台夜晚咧一度發出黃雨同埋紅雨警告㗎。咁大雨咧就係因為華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嘅西南氣流咧越嚟越活躍，為我哋帶嚟更多嘅驟雨以及係雷暴。喺夜晚11點鐘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溫係28度，相對濕度91%，而去到11點鐘嘅累積雨量有102.8毫米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係多雲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。咁聽日嘅氣溫就係介乎26去到30度，吹和緩嘅西南風，風勢間中係清勁。咁展望星期四仍然有雷雨，一直去到週末啦。呢一個降雨嘅機會率咧都有80%以上㗎，咁接近週末就會漸轉天晴。咁除咗華南沿岸嘅雨勢加大之外咧，雨勢圖上可以見到貴州、雲南同埋廣西，包括有雲南老甸地震嘅災區一帶啦，亦都開始新一輪嘅大雨啦。中央氣象台發布暴雨黃色預警，咁預計24個鐘頭之內啦，局部地區會有100毫米以上嘅大暴雨㗎。而環保署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水平係屬於低至中，而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5，強度係屬於中等。又睇睇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有雨，澳門、廈門有雷暴，而台北有雨，上海驟雨，北京驟雨，瀋陽、首爾多雲。日本嘅大阪明朗，東京多雲。去到東南亞地區，曼谷有雷暴，吉隆坡驟雨，新加坡有雷暴，雅加達有雨，胡志明市有雨，馬尼拉有雷暴，孟買有雨，新德里雷暴，卡拉奇有驟雨。澳洲嘅墨爾本、悉尼同埋布里斯班都有驟雨。惠靈頓、奧克蘭有驟雨。睇睇美洲，紐約、多倫多有雨，芝加哥驟雨。溫哥華多雲，三藩市驟雨，洛杉磯天晴。歐洲方面，倫敦明朗，阿姆斯特丹天晴，法蘭克福、蘇黎世有驟雨，巴黎雷暴。未來一兩日啦，可能仲會落大雨㗎，大家都要做好準備啦。今晚講到呢度先，晚安。天氣報告係由挪威專業戶外品牌 Helly Hansen 特約播出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氣候。太子珠寶鐘錶及瑞士 Tech Heuer 贊助播映。以下時段81台翡翠台及85台高清翡翠台將進行分途廣播。喺稍後請收睇娛樂頭條。